兄弟姊妹平安！伫咱未开始礼拜之前，咱先来预备心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引带阮，佮经过一礼拜久。主，阮感谢你保守台湾，互阮的疫情愈来愈有进步，互阮会当开始渐渐伫个餐厅用餐，会当出外。总是主，阮恳求你继续施阮祝福，伫台湾整个的岛屿。主啊，你嘛帮助阮的研发疫苗，家己的会当渐渐成功。阮要搁再一摆恳求主，你怜悯施阮伫台湾。阮要将今仔日早起的敬拜交伫主你的手里。愿主你亲自甲每一位同工同在，使用每一个用心的同工，互阮所备办的拢会当，互你的心得到满足。嘛祝福伫今仔日做伙做礼拜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空空来到你的面前，拢得到满满的祝福，重新得到快乐。愿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即时，请咱平凡心来礼拜。耶和华安尼讲：恁着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，我的公义要显明。人安尼行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，守安息日无干犯着，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，即号人有福气。咱三角来吟诗，学了上帝圣诗第66首，万面三角自极欢喜。66首，万面三角自极欢喜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从阮的天父上帝，正今日带着满满的感恩，
回应你的呼召，直接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俄罗你。主啊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你是首先的，也是落尾的，你是阿尔法，也是欧米伽，你是自有永有的。你创造天甲地，你的神运行水面，你的话讲，有光就有光。你看光是好，将光甲暗分开，有早起，有下昏，这是头一日。主啊，你是时间的主，历史的主，生命的主，阮俄罗敬拜你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创世以来，你美好的旨意，佮通过圣子耶稣的救赎，互阮的罪得到赦免，也通过圣神的引带，互阮行伫你的道路中。正今年经过打碎沙漠，甲死荫的山谷，欢欢喜喜来圣殿朝见你的面。我要用感谢的心入你的门，用懊恼的心入你的园。总是阮常常软弱，无够爷的精醒，无够爷的关怀，也无够爷的勇气，忽略别人的欠缺甲不足。求你常常提醒阮，伫别人的需要顶看到家己的责任。阮要将阮有意无意所犯的罪摆列伫你的面前，由你赦免的恩典临到阮，由你观察阮心中的歹，用牛七草洗清阮拿雪合别，互阮真做无罪，互阮通好胆进前，就近你恩典宝座前，求讨你赏赐阮随时的怜悯、恩典甲帮赞。求你主管顾保守，用你的名所设立的双灵教会，甲其中所有的事业体，包括市长基金会、幼儿园、安养中心以及新增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所有同工，保守阮的心。阮长期对相连所有会友，以及对社会弱势、幼儿、寡妇、甲失能失智的长者的照顾，帮助阮调在用基督永无大哭疼做根基，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同行。这2年来，武汉病毒已经造成全世界350万人的死亡，加上最近极端气候变化、政治隔膜甲残酷的竞争，互全世界造成极大的灾难甲痛苦。阮来陷入极大的痛苦苦难中，但阮也知天怎样关过地。你的道路也怎样关过阮的道路，你的意念也怎样关过阮的意念。阮相信，无一样事毋是出于你的美意。阮阁深信，无论偌大的困境，你悠然掌管。你的正手也要扶持引带阮，因为你有答应阮，要教阮永远直到世间的落尾。真早起。正今日来到圣殿来见你的面，求你开阮心中的目睭甲耳孔，互阮通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。通过信心的引带，互阮真正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，赏赐阮有气力，会当顺服你，遵行你话语中的教示，行出你的旨意，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上帝，用阮的生命。来服侍正兄弟姊妹，阮的祈祷无完全，我们做伙同声出声，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：阮是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地对你亲像天。阮日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去带阮入地狱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
官员、员工，拢是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这时，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16篇，记载伫圣诗后壁第24页。愿上帝的名愿赐福阮，互伊的名笑光阮，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。万国中知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乐你，愿列邦拢学乐你。愿万国快乐，出欢喜的声。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。伫你地上的万国，上帝啊，愿列邦学乐你，愿列邦拢学乐你。对已经出土产，上帝就是阮的上帝，要赐福阮。上帝要赐福阮，对的世界拢要敬畏伊。咱继续来吟诗学乐上帝。圣诗第249首 A 调，愿主存你圣手。249首 A 调，愿主存你圣手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，即时请圣乐队带领咱来学老上帝。要吟的诗是：我的心神就学老主，我的心神就学老主。即时，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有两段。第一段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第1到第5节；第二段腓立比书第2章第14到16节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强读。第一段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到底恁伫基督内的性命，敢有互恁坚强起来？伊的听敢有鼓励了恁？恁甲圣神敢有团契？恁彼此之间敢有亲爱同情的心？若有，
我要求恁爱有共同的目标、同款的疼心、相同的情感、甲一致的想法，通互我充满喜乐。毋通自私自利，毋通心求富贵，爱彼此谦逊，看家己别人比家己较敖，毋通只有顾家己，也爱关心别人的利益。恁爱掠基督耶稣的心最深。第二段腓立比书第2章第15到16节。恁无论做啥物代志，拢毋通埋怨，也是争论，通互恁伫这个腐败、顽强的世代中，纯洁无瑕，做上帝无缺点的囝儿。恁着爱伫世间人中发光。亲像星照光伫天，坚守生命的道。你若是安尼做的话，伫基督过来日子，我就会通夸口，因为这通证明我一切的着磨，拢毋是空空。圣经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耶话、搁照耶话去行的人。今早起，红传道要带予咱的信息是：真做祝福，真做祝福，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！今早起，咱可以当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伫个科技发达的现在，改变了咱真侪生活的形态。以前教会奉献，拢需要家己甲钱摕来教会奉献。但是即摆一张信用卡、一个转账，就会当将钱交到教会来，互上帝的厝有够用，嘛透过安尼会当帮赞一寡弱势的兄弟姊妹。20几年前，咱嘛要写一张批，或者是打电话去外国，拢非常的贵，甚至批爱真久的时间才会到遐。但是即摆呢，咱透过一个 email、一个 line， 就会当送到世界各国达国去。我嘛常常收到别人寄互我的 line 的文章，有的文章写夫妻互相照顾、不离不弃，遐个感动人的故事；有的写励志事业成功的故事，嘛有的人。是点点咧帮赞一寡送向的人，这样文章，互我看了拢非常的感动。我相信你若看到这样文章，你嘛会相款有感动。总是然后你要安怎做？我想大部分的人，夫妻冤家，有缘是冤家，想要用快速会当成功。无想要脚踏实地的人，有缘嘛还阁真多，甚至当生啊连一个人都无想要互别人帮助别人的，嘛有缘是安尼。看了遮尔啊侪感动人的文章了后，有缘我还阁是我，只留下感动伫内底，但是却无力量去行动出来。今仔日是社会甲教会的主日、礼拜，只是咱同心来祈祷。掌管伫人世间的上帝，原知伫这个世界，阮有苦难，独独伫你的内面，才有平安。特别是经过这2年久的新冠肺炎的传播。造成阮真侪已经毋捌拄过的情形，阮袂当自由去风景区，袂当去餐厅食饭，袂当去病院探访，嘛袂当伫亲戚朋友中间的厝行踏。真侪限制拢是过去阮所毋捌拄过的，互阮感觉搁较艰苦心的是真侪店来关店。有的头家才开始做作好势，要开始一个事业，
就安尼无偌久结束了伊的营业。有真侪人失去伊的工课，有人破产，一摆会变动不安，拢是超过阮所有会当想象的。主啊，阮搁再一摆来思考，到底阮所倚靠的是啥物？伫对阮会当找到阮的平安。恳求天父帮助阮伫即个苦难的日子，教导阮安怎度过即个苦难的秘诀，使互阮有力量来度过这个日子，嘛将你的旨意显明，互阮明白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的主日礼拜。教会若是离开社会，就无法度完成上帝的大使命，互万人得救。教会若真做上帝的使者，安尼社会就会当得到祝福。咱对马雅各医师、马介博士来到台湾，因是透过医疗服务来接触人，跟人有关系了后，才将福音给传入去。台湾早期有真侪教会，因是经营幼稚园，互教会外的人会当来上课，安尼来建立关系。透过种种的社会工课，靠今仔日，咱真做是基督徒。既然咱拢信了耶稣，就承认伊就是咱生命中的主，也就是讲，咱要将家己的生命全部来归互主耶稣来掌管。对他以后，无搁再是咱的活，是主耶稣。伊伫咱的内面的话，当主耶稣伫咱的心内面的时，伊会渐渐啊修补咱欠缺的所在，甚至医好咱内底的伤痕。所以咱会容易听到有的人伊的见证，就是伊信耶稣以前，伊无法度原谅的人，自从伊信了耶稣，伊听到耶稣迄个牺牲的痛。伫个十字架顶的疼，伊受了感动，伊愿意学习耶稣，赦免迄深深伤害伊的人，伊就甲上帝祈祷，讲伊希望伊嘛当亲像耶稣安尼赦免伤害伊的人。无拍算，上帝听了祈祷，当因搁再拄着伊无欢喜的人的时，伊会当毋免搁再去闪避伊。伊的心变作足自由的，这实在是上帝互伊一个真奇妙的恩典。某个人，伊还未信主以前，伊感觉讲白贼是足普遍的代志啊。但是信了耶稣了后呢，伊发现耶稣所讲的话，拢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就感觉过去的伊。是无应该的，所以伊渐渐要来学习耶稣，做一个有信息的人。上帝改变人的大快乐，常常是超越咱会当想象的。所以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要挑战咱，到底恁伫基督的内面、生命内面，敢有坚强起来？伊的疼，敢有鼓励着你？刺激着你，感动着你，恁是毋是有堪信心、团结、沟通？兄弟姊妹中间是毋是有互相相听、同情？特别伫即摆疫情的中间，基督徒，你是安怎生活呢？面对苦难，你有因为耶稣变甲真勇敢无？耶稣面对陷害伊的文士法利赛人，面对伊的门徒对伊的放任背叛，伊无因为安尼感觉
非常大的压力来拒绝上帝伫伊心上的计划。耶稣伊嘛当想象伊未来的日子是会愈来愈歹过，但是伊坚持行伫十字架的道路顶面，伊无贪爱一时的，互家己较轻松，日子较好过，来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咱若是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，伊的价值观就是咱的价值观，伊的是非就是咱的是非。相款，耶稣基督的勇敢，嘛要成做咱的勇敢。咱会当对前副总统陈建仁夫妇的心上，咱会当看到耶稣的烙影伫因夫妻的心上。伫咱的国内想要开始研发新冠肺炎疫苗的时阵，因两个夫妻就真勇敢出来，讲因愿意成做一个实验的白老鼠。无论是因做的是实验组，或者是安慰剂，因拢是需要伫即个答案公布以前，摸着去互新冠肺炎染病的风险，或者是住落去了后对身体无爽快迄个感觉，一直爱到即个研究的时间到的时，答案出来解盲为止。因夫妻的言行一直是互人非常敬重的，特别是伊用优雅的身段放了副总统这个地位，无搁再追求第二任，因为着追求的就是政治上的和平，做了咱基督徒上介好的模范。嘛，亲像咱今仔日经文腓立比书2章3节加4节所写的经文，安尼讲，毋通自私自利，毋通贪爱虚名，爱互相谦卑，小让看别人骗家己高明，毋好干那顾家己，嘛爱关心别人的利益。咱前副总统的生命，就是将圣经该实实在在的挖出来。反倒来咱看今仔日的世界，人的心是非常的复杂，佮贪乱，生存伫这个竞争世界拢咧讲白菜的时阵，互咱常常会看到歹人是哪会遐兴旺，罪人是哪会遐尔发达，就会互咱受气。咱袂明白为虾米哪会安尼？加在主耶稣常常鼓励咱爱自省看伊。耶稣是咱上介好的安慰，较模范。伊拢是用良善来看赢迄个歹。耶稣看重永远会奖赏赢过短暂的快乐。成就了上帝国的价值观。咱阁有前副总统遮尔好的见证人围绕着咱，互咱知影圣经的真理是会当照着安尼行的。咱既然是基督徒，咱就爱跟对耶稣和正圣徒伊的脚步。这嘛是保罗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要搁再一摆问基督徒啊，你是毋是有因为耶稣变做勇敢？你是毋是有用你迄个矮缺、破碎、佮无当的生命，和耶稣交换伊勇敢的生命？保罗佮接续问讲：恁敢有和圣心相通？是毋是有学习耶稣迄款的常常祈祷？伫个艰难中，真正的人是需要不断的和圣心有对话。一个人无可能因为伊洗礼，伊的生命就按0分到100分。
咱是爱需要透过圣神上帝来帮助咱。圣神上帝伊是一个安慰者，是一个带导者，伊会教训咱，互咱悔改，佫会当帮助咱。圣神若无来甲咱照光咱的心的目睭常常是雾雾无明。事实上，咱大部分的人拢是愚妄佮固执。愚妄固执的人就无感觉家己有啥物缺点，嘛无简单去听别人的建议和批评。安尼人是真容易互魔鬼来甲咱影响，所以咱需要相信，含咱常常结连做伙，会当讲咱着爱每日来孝念咱的上帝，互咱的心常常是放伫上帝手里，互圣神来充满咱，毋是互魔鬼来掌管咱。一个人是无可能，又搁讲伊是属伫上帝，又搁讲伊是属伫魔鬼。咱一日的中间，但毋是伫咧上帝的内面，咱就是伫咧世界的内面。所以，当咱若陷落伫咧黑暗、无快乐、伤心的时阵，咱就爱呼求上帝。咱的上帝，伊是24点钟无休困。嘛袂拄久，伊咧听候伊的囝儿来呼救伊，伊要随时成做因的帮衬，所以会当成做伊的囝儿，实在是咱一生上界大的祝福，嘛是咱永远的瓦靠。相信上帝若是有一个意念、一句话、一个图像，或者是互咱做一个异梦，会当成做咱的提醒和安慰，常常会当互一个已经绝望的人，因为安尼，搁再一摆活过来。代代教授张文亮先生有一个非常感动人的见证，伊捌有双生仔的后生，但是这对双生仔后生伫一出世的时就来过身。伊为着这个代志，伤心甲得着忧郁症，甚至严重甲伊无想要搁再活落去。伊的夫人甲伊相款，嘛是伫咧极端的悲伤中间。但是伊知影张教授有安尼想法的时，伊知影上帝袂意爱安尼，伊鼓励伊的丈夫，是毋是将伊家己所知影的一寡高人或者是科学家的代志，该写做册。张教授当听太太的建议，就安尼开始了伊写作的这个工作。伊写了非常侪的册，其中我嘛捌读过几本，我有小可写2-3本，像法拉第的故事，兄弟三听汉江河、南丁格尔在著作，伊写的，伊就常常流目屎，流到规个册道顶头拢是伊的目屎。有一摆，伊做一个眠梦，伊梦起家己死去啊，然后伫个边嘛倒甲真侪死去的人，然后有只船。安远远，一直驶按伊遮来，开始唱名的时阵，敢若叫张文亮一个人的名，就安尼船就驶走啊。伊感觉讲，还阁遐尔济人，还袂起来船呢。但是这个船就安尼一直去到天堂。特别接近天堂的时，伊就看到耶稣，就人问伊讲：“你哪知影迄是耶稣？”伊讲：“你若去哩，你就知影倒一个是耶稣。”所以属灵的代志，有当时是无法度形容的。然后伊就问耶稣一句话，伊讲：“耶稣，我2个囡仔即摆伫倒了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如果你的囡仔就是我的囡仔，伊敢无伫我遮吗？”
伊就非常的得到安慰，因为伊知影伫上帝的手里比任何所在更较好。伊醒起来，紧甲即句话甲伊的太太讲，伊的太太大声一直哭，将以前压抑下来的，拢一直哭出来。因两个翁仔某实在是拢非常好的基督徒，我嘛相信这是圣神的工课，透过异梦来对因讲安慰的话。虽然张教授失去了双生仔的后生，但是伊希望伊可以当帮助更较侪的囡仔，互因会当认捌上帝，认捌更较好的家己，互因知影家己的生命存在是有真侪意义和价值。张教授会当对绝望到充满了愿望的人生，咱若专心来相信上帝，上帝伊对咱拢是公平的，伊嘛的确要借着圣神引带咱，互咱重新得到快乐。保罗佮继续问基督徒，是毋是有彼此相疼？是毋是用基督耶稣的心成做咱的心？耶稣来是为着要叫咱人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拢会当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。耶稣伊来这个世间，伊拢是帮助弱势的，有的是后生死的，有的是麻风病的，有的是自我形象低落的，连家己都看袂起家己的人，就亲像当时的税吏、抽象的，或者是善车人。耶稣毋是讲因为伊家己已经足有钱啊，或者是伊的社会地位已经足悬啊，伊才开始来帮助人。耶稣对出生到死亡，伊毋捌为着伊家己的利益来拍算过，伊嘛毋捌好好享受过什么叫做高级享受、顶级宴乐。人看伊掠准伊失败者，事实上证明伊才是真正的有智慧者、真价者、勇者。疼是需要有行动力的。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毋是讲要显明讲伊就是上帝的囝，伊有偌高，伊有偌有成就，毋是安尼。重要的是因为耶稣要将上帝的疼带到迄个人的身上，甲伊的环境，互伊知影伊是何等宝贝。伫上帝的内面，上帝是遮尔啊疼伊，不但要互伊的身体勇行起来，嘛要互伊的财米教业，更较重要的是要互伊有一个永远的生命。张教授等于美国转来台湾大学教册的迄个时阵，上世贸一个台大商学院的教授叫王志明教授，因两个拢伫咧美国信耶稣得救的。当因发现福音遐尔重要的时，因两个就有相款的心志，要甲福音传落台大的学生。就安尼，因两个计划要去，因感觉讲要传福音上好，是爱为伊的学生备办宿舍，互因来住。安尼因较毋免奔波，因就买两栋厝，一栋是互男生，一栋互女生。无拍算这个汪教授无偌久就来离癌过世，这个计划就张教授家己一个来执行。经过应该嘛有20几冬，这两栋厝到前几年、前1、2年，张教授伊要按代代退休落来，才甲伊卖掉。算算哇，伊应该是卖了袂少钱。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信仰，教会袂用离开社会来存在，因为耶稣是为咱生，佮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。
咱若离开这个社会，咱就无法度完成上帝伊的心意。各种的管道，拢是一种的方法尔，是要互人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迄才是咱上界落尾的目标。因为这个世界拢是暂时的，有一天咱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啥物都无法度带走。所以传道书讲，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咱的生命和时间拢非常的有限，所以咱来好好啊思考，要安怎将这个资源用伫上帝所欢喜的所在。就亲像腓立比书2章4节所讲，毋通干那顾你家己，爱关心别人的利益，你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。所以基督徒照顾好家己的代志，负家己的责任，迄拢是基本的要求而已。咱阁爱进一步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来负起社会弱势族群需要的责任。有偌济困难，咱就做偌济代志。咱对陈前副总统和张教授因所做所行，会当看起因是全然看无家己，体贴上帝。因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才开始来想要做啥物。因受到上帝的感动，就将家己献出去。这种的疼，就亲像耶稣基督纯全牺牲的疼。互我看起纯正动机的付出，祝福了别人，家己嘛相款得到加倍祝福。咱的上帝，伊是袂亏待任何人的。我对咱家己的教会发展社会工课来看，到今仔日，因为真侪人受到咱教会的帮赞和疼。所以，应该愿意将因的土地和金钱，搁再奉献给教会，因为伊相信教会会终极当工，会当为因做搁较水的工。张教授当初为着学生买宿舍，到最近较袂调，伊嘛毋是为着要趁遐个钱，检查伊嘛无想到会起甲遮尔悬的厝价。伊敢若真单纯，想要爱伊的学生的生命会当活了搁较丰盛。所以每一个为着上帝国咧着活的人，我相信上帝嘛顾念因，嘛赏赐因侪侪福气，超越因所付出的一切。愿咱对今仔日开始了后，看到良善的代志，或者是文章，毋是干那听伫个感动来命。愿咱会当将伊行出来。检查毋知要安怎用什么方法，总是咱祈祷上帝，阮求主帮助咱会当踏出来第一步。我相信咱就会愈来愈知影要安怎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顶面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为阮配命的主耶稣，愿感谢你永远的疼，你多正热心，互阮学习。阮嘛知影，阮的疼心常常欠缺，就亲像迦那婚宴中酒用完的时阵，有时阵阮的信心无够坚强。有时阵，阮对金钱，或者是身体健康，以及未来的日子，阮拢有犹豫和惊吓。求主你搁再一摆，将你的勇敢、你的坚强，以及你对天父迄个大信心赏赐互阮，互阮伫咧百般中的困难中，
有缘有你的亮光来引带阮、帮助阮，互阮毋是干那关心阮个人的代志，阮嘛爱关心你所关心的代志，互阮讲出你好佮忠心的罗卜。伊都拢是很快主要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即时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听，圣经第263首，至圣的天父求你压落听，263首，至圣的天父求你压落听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即时请咱闭眼心来奉献。
请起立，咱来做奉献的祈祷。主必听从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呼召阮来圣殿甲你相拄，听你话语的教示，照你的教示来行。感谢你每日守护阮，无欠缺，也无拄着恶担当的代志。万项物拢是小事，阮将你赏赐的来献互你，求你监察悦纳。安尼祈祷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即时教会报告，教会报告第一点，疫情对7月27境界降级2级，就是讲室内50人，室外100人，所以8月23号以前，主日礼拜儿童主日学、社青诗班甲团契维持线上礼拜。若是成人牧区有需要实体聚会，请3天前提出申请。第二，本周特别事工，本周主日是总会中会所定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请为台湾国家、社会、教会各项公益事工来祈祷、关怀甲奉献。第三，具体关怀。本会会友陈永坚弟兄，就是林和美姊妹的先生，伫8月初6安息主怀，定伫8月20，后礼拜5上午10点，伫市立第2殡仪馆景永楼2楼至圣礼厅举行追思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以上报告，即时请洪传道来做补充报告甲牧养代祷。即时咱三角教会来牧养代祷，咱来为着做无见着面的兄弟，以及每一个人的需要来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我的阿爸爸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到今仔日。有愿存留阮的生命，主啊，互阮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拢会当为着你来活，嘛要为着做代志来祈祷，诚做代祷者。主，阮要将教会内底病痛中的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。主，你是大医生，我相信你知影因地无爽快。恳求你伫因的病痛中安慰扶持因，并且互因会当紧紧恢复健康。若心内孤单的，主你要诚做因的好朋友，陪伴因，互因无因为疫情伫咧厝里，心情变歹。因为若主你较物三个伫地，因就欢欢喜喜。愿主你的诗歌嘛常常葳蕤伫兄弟姊妹的脑海中，诚做因喜乐的泉源。主啊，阮将教会内底无论牧师团、长职、兄弟姊妹，拢恭敬交伫主你的手里，互阮伫这段时间互相笑脸，嘛互相拍电话关怀对方。你的疼就要伫阮的中间。阮就要显明，阮是属你的囝儿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即时，咱三教内吟上迎第510首。俄勒天顶主宰，俄勒天顶主宰。吟诗后，请红传道来祝祷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这是咱来做祝福的祈祷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天父的大疼痛，含圣神时常的提醒、安慰、甲扶持，时常看阮三个弟弟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请坐，绿岛社温，强受车恳。